嗱，今日想講下咧，國際勞工組織佢就話每年有超過84萬人死於呢個職場衍生嘅疾病喎。咁呢啲算唔算係職業病啊嗰類咧？而衍生出嚟嘅病症咧，咁啊唔使講，人都知阿媽係女人啦，係咪？咁啊工時長，壓力就大噶啦。嗱，香港真係首屈一指噶啦。咁啊勁還勁啦，即係如果你有聽聞過以前喺國內嗰啲工廠咧，即係24/7、365嗰啲人係唔使唞咁滯嘅，銅皮鐵骨一樣。咁有啲工人真係一日做20個鐘嘅喎，咁然之後喺宿舍瞓幾粒鐘，跟住又開工咯喎。咁我哋唔好從呢個發展中嘅國家啊嗰啲咁嘅地域去比較啦。香港就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嚟噶嘛。咁我哋做工嘅工時咧，其實一般即係白領啊。每個星期5日工，每日8小時，咁都係40個鐘一個禮拜嘅啫。咁啊，稍為有啲工時長啲啦，甚至乎做看更，有啲係12碼嘅，一日12個鐘，咁啊6日工72個鐘，其實都幾大對比嘅，即係都返工冇晒所有嘅私人空間噶啦。咁啊，放工攰，咁啊返屋企休息啦，瞓覺啦，擘大眼又一日啦。即係等於當初我哋啱啱20零歲出嚟做嘢嘅時候，返6日工，每日返9個鐘頭，咁呢啲生活就係咁樣周而復始咁樣去度過啦。嗱，所有嘢都係累積噶嘛，一路累積咁啊，個人有勞損啦，身心又唔平衡啦，又唔健康。咁根據呢個國際勞工組織咧 ILO 咧最新發布嘅全球報告就指出，喺呢個職場心理社會風險相關嘅健康問題咧，每年導致超過84人係死亡喎。嗱，呢個情況都好誇張啦。雖然話說全球有70幾億人啫，但係呢啲報告顯示咧，不良嘅工作管理啦，包括長工時、工作唔穩定同埋職場欺凌呢啲咁嘅因素啦，對員工健康同埋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嘅影響喎。哇！呢啲有啲誇喎，對經濟都有影響。咁啊係冇咗勞動力咧，就始終都爭啲嘅。嗱，咁主要嗰個成因係點咧？心血管疾病啦，同埋精神健康問題啊。嗱，你會唔會發覺自己都有啲精神健康問題咧？我覺得唔夠瞓都係其中一種嚟喎。咁心血管疾病啦、精神障礙呢啲啦，當中就包括抑鬱啦、焦慮，甚至乎咧更嚴重嘅係自殺添。嗱，久唔久都聽聞啦，有啲工作上面嘅崗位壓力大到要自殺係嘛？咁呢啲唔知係別有內情定點啦。但係工作係生活其中一部分啫。如果為咗份工而走到去自尋短見咧，我覺得有點難免係 over 咗噶啦。即係要讀下啲心靈雞湯啊，睇下人生的意義先得啦。咁呢研究亦都有估算啦，每年因此損失接近4500萬個傷殘調整生命年。嗱，呢度個個字我都識讀識解，但係拼埋一齊真係唔知噏乜喎。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S， 咁佢咧就反映呢個因為疾病啦、殘疾同埋過早死亡而失去嘅健康年數喎。嗱，你明唔明噏乜啊？我都唔係太明啊。嗱，總之就係有損失啦，有經濟損失，相當於全球 GDP 嘅 1.37%。咁佢就話問題顯示咧，就唔單止係影響個人健康，亦都對呢個整體經濟帶嚟負擔嘅。咁呢啲 research 出嚟嘅一個數據點樣形成咧？呢啲問下 AI 好啲啦。嗱，呢個報告咧首次界定咗咩叫心理社會嘅工作環境。咁佢咧意指咧就係工作設計啦、組織同埋管理方式，以及相關政策同埋制度有關嘅因素喎。咁換句話講，即係定啲規矩啦。嗱，呢啲元素咧會影響員工嘅身心健康同埋整體企業嗰個表現嘅。嗱，呢啲都係好理想嘅設定嚟，係嘛？公司揾到錢，員工就賺多啲，賺多啲咧就開心啲，又使費又多啲，疏爽啲，跟住生活又好啲，跟住幫公司賺多啲錢，即係呢個係一個循環嘅，咁啊好好嘅解釋嚟嘅。咁現實係咪咁樣咧？嗱，就要睇翻呢個報告啦，分開3個層面嘅。咁工作嘅本質啦，工作本身嘅要求嘅責任係點樣啦？你個技能啊，個匹配程度以及工作咧係咪有意義同埋多樣性？即係如果你係喺個工廠一個員工，你每一日都係裝一粒螺絲嘅，咁你個工藝咧淨係局限於裝嗰粒螺絲，其他嘢你唔識做嘅。咁有冇意義就見仁見智啦。有啲人冇乜所謂嘅，最好唔好叫佢諗嘢添，係嘛？嗱，管理方式方面咧，嗰個角色嘅清晰度啦，點樣界定每個人做啲咩範疇嘅嘢啦，工作裏邊嘅自主性啦，我可唔可以自己控制自己話事啦，工作量多少啦，個節奏同埋管理嘅支援，譬如後邊我做唔到嘅嘢，有冇同事可以 back up 到我咧？咁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嘅層面嚟喎。公司制度嘅政策啦，包括工時嘅安排啦，即係我僱傭嘅模式啊，係咪假自僱咧？你真係請我啊？每個月供強積金啊，定係點樣咧？咁績效嘅制度啦，有冇 KPI，有冇指標性啦？
同埋職業安全，即係有冇勞保啊，甚至乎有意外或者有其他事嘅時候咧，點樣安排去處理嘅。咁再進一步啦，就係職場嘅暴力或者騷擾呢啲咁嘅行為啊，同埋機制點樣去制衡。嗱，講翻個標題咧，84萬人死亡嘅數字係點樣計啦？咁 ILO 就表示咧，呢個數字基於5大主要嘅職場風險因素推斷出嚟嘅。嗱，包括咧高壓低控即係好大壓力，但係好低嘅控制嘅付出同埋回報失衡啦，工作唔穩定、工時長同埋職場欺凌、騷擾等等。咁跟住咧，再結合世界衛生組織 WHO 講嘅全球疾病負擔研究嗰個數據分析，咁呢啲風險咧點樣係會增加心臟病、中風、精神疾病嘅病發率，從而咧去推斷估計相關死亡人數同埋損失呢個健康嘅風險啊。嗱，純粹係推斷出嚟嘅啫，咁啊70幾億人有80幾萬人過身，咁啊即係呢個死亡風險都唔算相當高嘅。但係咧都要注意啦，數碼化新型工作嘅模式啦，尤其係疫情之後好多 work from home 係嘛，成個 workflow 已經唔同晒㗎啦，同以前朝9晚6啊，或者係10點到8點呢啲咁嘅模式完全唔同晒㗎啦。加上近年咧數碼化、人工智能 AI 遙距工作呢啲趨勢啊，所以咧一個職場環境變化完全唔同晒，變化咧有加劇嘅風險，例如咧生活啦同埋工作嗰個界線好模糊啊。有冇發覺即係收咗工有時老細 send 個 WhatsApp 俾你，你又要覆佢㗎嘛？咁啊多得生活嘅便利啦，即係而家係模糊咗個界線。咁啊呢啲係咪監控咧？係咪一個壓力咧？其實就即係好睇個人嘅。嗱，我曾經都試過見過有啲朋友啦或者同事啦，佢收咗工佢完全唔做嘢，乜都唔理嘅。咁睇下你做咩工種啦，有時你係前線嘅，你要湊客嘅。其實咧就講唔通嘅，未至於佢叫你24小時去 stand by，但係咧即係某程度上工作嘅時段你要有一個合理嘅回覆，亦都係好應該好平常嘅事啦。嗱，呢個心理社會風險咧，其實已經成為現代職場最大嘅挑戰之一啦。改善咗呢個相關環境咧，其實唔單止可以對員工嘅健康有保障啦，提升生產力啦，同埋促進呢個經濟持續發展嘅。我就覺得呢啲係理論性多過實際嘅，點樣 apply 出嚟去嗰件事嗰度咧？其實咧每一樣嘢都唔同嘅對應方式嘅，好難去一概而論。嗱，其實自古以來，僱主同埋僱員不嬲都係對立嘅關係嘅，就係用呢個薪酬福利嚟拉 up 大家一齊坐低喺度共事啊嘛。咁咧報告就講緊啦，每一個國家嘅政府啦、企業應該咧將心理社會風險咧納入為呢個職業安全同埋健康系統裏邊。我相信咧，即係都有部分嘅地區或者國家咧，都未必有呢套咁嘅系統嘅，甚至有都未必係咁完善嘅。所以咧，透過政府、僱主同埋勞工咧三方去對話，去制定咧，先合到時宜啊。咁有時針啊冇兩頭利啦，你可以睇下啲西方國家返4日工咧，都仲話要減少工時啦，增加福利啦。咁如果你去打工嘅，梗係一流啦。你要做僱主，你計下條數，喂，生產力又低，成本又貴，跟住做出嚟嘅嘢唔夠人競爭喎，等於德國啫嘛。以前去，哇，個個都惡高個頭啊，見唔到你嘅，即係高高在上咁樣，係咪啊？咁今時今日咧，哇，你真係冇辦法唔接受現實啊！嗱，人哋工時長，人工低過你，就成本低啦，跟住出到嚟嘅質素，哇，又同你差唔多，甚至乎超越咗你添。咁然之後咧，你仲要依舊係返4日工，依舊係要攞咁多人工，咁你嗰個企業成本點會降低到咧？喺全球化嘅時間咧，呢個時代裏邊咧，你係完全冇呢個競爭力啊，導致咧公司做唔掂啦，咪執笠咪裁員咯。其實呢啲惡性循環嚟嘅。咁你唔好講到每一個人咧，好似粒塵咁細啊，當你一個齒輪啦，你個齒輪崩咗一隻牙都勉強仲可以喐到，有啲雜聲啫。崩咗2隻牙，開始嘅損耗大啦，跟住行下咧崩埋添，淨喐唔到啦。就係咁樣，成個系統就卡住咗、停頓咗噶啦。所以咧，我覺得每一方面都應該取得一個平衡，冇話一邊贏晒嘅。你僱主話做到生意賺到錢，咁佢亦都做好多唔同嘅項目底下咧，亦都有要承擔嗰個風險噶嘛。咁一旦公司個經濟狀況唔得嘅時候咧，就真係騰楞瓜瓜楞騰，下邊都冇得撈噶啦。咁打工嘅員工成日都話份糧少啦，係咪啊？但係你要計下自己返工一日8個鐘，有幾多時間係實際喺度做緊嘢咧？我粗略計過啦，好多人其實3個鐘都冇嘅，即係連續地咁樣去工作。
咁甚至乎有啲機構係咪啊，翻去睇片係嘛，睇下 YouTube 咁嘅一日啦，都有嘅，大有人在，仲要鬥好高人工嘅添。咁所以呢樣嘢咧，冇得話點樣去平衡嘅，即係視乎翻你嗰個工種啦、職位啦、公司嘅架構啦，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嗱，免得自己咧受呢個職場衍生嘅疾病去影響啦，或者係困擾啦。咁我哋只要將工作視為生活嘅其中一部分，我哋盡力做好佢啊，已經係對得住自己噶啦。啊，有啲公司請人朝九晚六噶嘛，咁6點之後就我私人時間嚟噶啦。啊，除非唔係佢話 overtime 係有錢嘅，有 OT pay 嘅，咁呢個另一件事嚟嘅。當夠鐘嘅時間咪怕咯，有走咯，長命功夫長命做，咪聽日再做咯。咁啊，唔好令到工作壓力咧帶入去生活當中，呢啲都係一種心理嘅健康嚟嘅。嗱，當你投入職場咧若干年嘅時候咧，你應該識得保障下自己嗰個職業健康啦，同埋身心靈嘅平衡啦。嗱，免得做到過勞而有疾病。咁希望呢個資訊咧都令到大家警醒啦。